大灣區閱讀巡禮嘅話，係香港出版總署聯合大灣區嘅幾個城市去舉辦為期1年嘅一個活動嚟嘅。今年嘅話係按照唔同嘅一個季度啦，咁會推出唔同嘅一個主題，係同大灣區文化啦、鄉山文化啦有關嘅。咁每場嘅展示嘅圖書都係以港版圖書為主嘅。咁今年嘅話有4個城市，澳門啦、中山啦、佛山啦、東莞啦4個城市做一個巡迴展咁樣嘅。咁呢次嘅話，我哋都會展出一啲有少兒啦、香港文化啦，仲有獲獎嘅圖書啦。我哋都係想更加多聯動翻香港著名嘅作家到中山嗰度去做文化嘅分享同埋交流嘅。咁甚至就係話聯動整一個大灣區啦。而家深中通道開通咗之後，整個大灣區嘅一啲各個城市嘅互動會更加密切。咁我哋都希望通過一個文化講座同埋一個圖書嘅一個展覽嘅時候，能夠帶動文化嘅一個交流同埋互動嘅。Hello， 大家好，食咗飯啦。今次我定呢一個題目，最主要都係想建立起兩地溝通嘅一個橋梁即係內地嘅朋友啦，會提出一個問題嘅，就話點解香港人特別中意嚟內地旅遊咧？咁所以我就想用一個香港人嘅角度嚟同翻內地人講翻話，其實內地有啲咩正嘅地方係可以吸引到香港人咁中意過嚟玩。城市系列啦，咁樣咁就有2本係深圳嘅，就23年一本，24年一本。佛山24年出嘅，另外舊年就出咗一本係珠海嘅。我仲有一本係同我另外一位朋友去合著嘅，分享俾香港人聽上嚟內地生活嘅一啲注意事項同埋成個生活體驗嘅。另外我都會想將呢一啲嘅比較得意少少嘅歷史文化嘅知識都想分享俾香港人聽。咁我都會有興趣咧去了解更加多中山嘅飲食文化啦，第二時都可以去介紹俾香港人嘅。中山我諗就係相對而言係會比較休閒少少嘅，即係喺度生活嘅話會比較舒服一啲嘅。尤其是係香港人喺香港生活就係會比較急促啲，又或者我自己依家其實都經常喺深圳嘅。深圳都係俾我感覺係一個非常之急促嘅城市嚟嘅。咁但係嚟到中山之後，會覺得哇，真係成個感覺係完全截然不同嘅，係真係可以俾我係可以成個人放鬆翻啊，忘卻咗我平時嗰啲工作嘅壓力。